如果囡仔可能是互灵母虐待啊，台北市有一个1岁大个囡仔因为吐送病院治疗，所检查出硬脑膜出血。虽然这囡仔身躯顶无其他外伤，不过医生呢已经甲这家防中心通报。市长蒋万安认为病院讲，这个伤势不是一两天造成的，敢是苦毒囡仔这部分是佫需要调查。社会局也发现讲，这灵母所回报的这顾囡仔时间，伊无老实讲。目前先叫家长甲囡仔拢带回去，也拿灵母这部分先暂停顾囡仔。开的案件是引起社会关注。台北市长蒋万安11第2会是替伊哀悼1分钟，但台北市阁传出疑似苦毒囡仔的案件，一个还未满1岁细汉囡仔，4月初10时出现吐的镜头。托有照顾的年母通知家长送病院了后，诊断是硬脑膜出血，虽然囡仔身躯无外伤，但医生随向家防中心通报。因为是外伤是观看不出来的，那有可能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外力或受伤所造成的部分，都还要再了解。手术算是成功，但是还是要看他后续恢复的状况。即刻提出了检调早期介入的机制，好来尽快厘清整个事实真相。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，只能说是疑似儿虐。蒋万安嘛进一步讲，这病院研判这个伤可能不是1两天内造成的，爱而且敢是苦毒囡仔的案件。市府除了要求卫生局在医疗方面爱予伊上好的照顾和医治，嘛要求警方介入侦办。社会局去了解嘛，发现讲，你们疑似有收托时段回报不实的情形。疑似有收托时段回报不实的状况，那如果我们查证属实，将依违反居家登记管理办法，命他限期改善并退准公共合作。如仍未改善，就可处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锾。因为安全考虑，这个年母收托的其他的囡仔都已经通知家长接回去照顾，嘛命令年母袂当阁新收其他的囡仔。民团是建议讲，其家年母访视辅导员，会当透过互动的方式来观察囡仔敢有正常。脑伤的情形，如果孩子是正在休息的状态，你也无法判断什么时间去，孩子可能是可以跟你有一些互动，搞不好是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去觉察到比较特殊的情况。林美惠话嘛讲，除了会当用多实的方式去访视，辅导员嘛要特别注意囡仔情绪的反应敢有正常，确认因身心的状态，来了解囡仔平常时的照顾状况，加注意就会当避免遗憾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